变者去无，这是同解重要，同解重要。咱唔通呢，就亲像讲的，咱王北门书，那么王北门书过去呢，那么伊嘛是呢，过去伊嘛是就是伊来唱的这老板啊，那么呢，咱的王北门书过去伊嘛是呢，加油站的一个经理人啊，所以讲过去伊嘛是讲有钱感觉当然是好啦，那么呢，有钱，人富讲的讲会当利用，有钱呢，利用于众生。那么有钱呢，会当利用于呢，听伫天外之事啊。这嘛是讲功德，这个一件嘛这嘛是无可厚非。不过一般人呢，若讲有钱来讲呢，有钱就是伊要重视这个享受啦。那么呢，享受除了讲一般的咱百姓的需求以外呢，那么伊的重点享受在哪里？嘛是呢，你讲要嫖赌瘾啊，甚至讲那安尼呢，伊就会腐败咱人的这个身体，甲咱的心啊，这个身心会腐败啊。所以讲，这个心真重要，心就是讲咱的思想嘛，那么咱的思想那做出来呢，这个心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行为呢，咱的意志行动，咱的言语呢，那么一举一动是不是讲达到重责？这是真重要的这个课题。所以完全呢，咱讲修，咱老师来讲修道修心，办得爱尽心嘛。那么呢，咱一般人呢，对这个人生的这个思维呢，讲有理我才来做，无理讲嘛唔免在遐拍拼。所以呢，一般人呢来讲呢，拢是对这个利益，讲利益摆中间啊，道义摆两旁。所以讲呢，这人讲好心做法，歹心做法。那么呢，人生是可前，又搁是可后。人生买当呢入天堂，买当呢入地狱。这个拢在呢，人生。所以讲咱人的心，会使讲非常的可怕。所以讲呢，身心咱爱一致，咱爱一致。那么咱在环境当中呢，咱讲呢，咱受的天命所苦，不了所变呢，咱心是毋是有改变？是毋是有变质？这个这是咱呢真重要的一个课题。所以讲呢，咱时常呢，咱来接近活动。那么接近活动要怎啊？就是呢，咱要来接受着佛法的这个普教。那么呢，咱来到接近呢，这个圣地性。所以讲呢，咱时常呢，爱呢接受着咱经验者的这个开示，甚至讲，咱来开班，咱呢，咱得到这个理，所有这个理就是这个理性来做咱主宰。所以在娱乐时中呢，咱讲爱进着这个理性来做咱的主宰。那么呢，咱个得到就是呢，得到这个胜利的这个精华，性就是咱的本性。那么咱来了解讲，后天的老母是生咱的这个肉体，那么先天的老母是生咱这个身躯啊，这个本性、灵性，那么呢，在娱乐时中，咱来以着这个胜利，为主宰，那么呢，心来起作用，自然呢，出性而为啊。那么这个出性而为，那么伊是无经过造作，无经过思维的，这是自然流露的物件。就亲像咱开车共款，咱咧开车，咱讲头前有障碍物，那么呢，咱开车一时了呢，咱的主责，咱是讲是要看天停，是要停嘞，还是呢，要转弯，那么呢，这个是讲随咱人的一个反应，主责的这个反应，所以讲呢，咱骹手啊，随时呢，会做这个反应的这个动作，如果若无的话呢？咱搁在遐思考呢，有可能，咱会发生这个危险，产生了危险，所以呢，咱就作为大师呢，伊时常来讲呢，讲驾乌魔，明上做本来是为讲，迄个就是啊，迄个就是咱的本性，良心啊，那么呢，咱心修大师，伊所来讲心是菩提树，心如面镜台，时时刻入这。有四家平安啊，那么这个是讲有形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心，那么这个有形的心呢，咱即摆在家修，在环境当中呢，咱是毋是讲咱来谨慎
那么呢，这是呢，咱呢，爱这个爱谨慎咱讲的这个所在啊。那么呢，咱陆兆麟大师呢，伊佫较有改善，那么呢，伊当讲来讲，菩提本无树。民间的贵代本来无伊何自家进来啊。那么这个是讲无形的，你讲无形的物件。那么这个无形的物件完全就是咧讲心性。那么咱今日开班，就是要讲达到咱心性会当提高。所以讲在凡人不两定。那么因后天的这个因缘，那么这个修心，你呢养性，那么你来达到这个先天的这个无形自然的流露，那么这个叫做德。迄个流露啊，德的流露啊，所以信心心一贯本来就是呢，一项物件尔，无三项，所以讲呢，咱今日开这个班，咱本来呢，这个班就是由咱呢，讲电文书，用电文书嘛，现在就是呢，咱的周副理事嘛，周副监理，那么呢，甲咱开始嘛，那么这班呢，就是由咱呢。用这本书来讲开始，咱用这本书呢，教传这本书拢是国外，那么为了泰国，那么进泰国的开放，因此呢，咱呢这届呢，咱这本书呢也非常的自卑啊，所以讲呢，邀请着咱地方，的这个帮助你，那么呢，要来甲你做一个开始啦。那么呢，因为呢，咱帮助你可能后壁面那么呢，咱就。即马家话也莫讲啦咱就请咱帮助你呢，来甲咱呢，做一个专题这个演讲啦那么呢，请大众请起立。分到一公，再一公，三公。我们助理准备先到一公，分到一公，坐下。欢迎今天各位组长、各位前线在地大家晚安。非常的欢喜啊！咱爱上单位的这个前站班的，应该是今年第二班啦。那么因为咱电文师呢，拢去泰国。电文师主笔啊，我讲有时间呢，会使互咱呢来担任这个课程，那么来当做一款的这个学习，所以利用咱呢互咱呢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当叫咱各位前线大家大家做伙呢来共参啦做伙呢来研究，因为其实伫咱修道来讲起来呢，会使讲是非常这个重要。那么未来升降呢，有缘拢是操持在咱即马修办的当中，自驾介观稳定。所以先修是修变来到介观稳定的一致。那么咱介观稳定以后，迄是一个形式。所以咱袂当转去，咱袂当转去呢，咱必定叫着咱求着道了后，咱安怎修道，以按功定果。所以讲呢，咱不得不伫生命的这段当中呢，咱更加爱谨慎、爱需要注意，那么爱有一个正确的这个意。若无伫修道，有可能是半途而废；若无，就是到最后呢。那么呢，我当然正正要跟主的一天，所以讲在这个路途上，点点滴滴的爱理解、爱改变，主要是讲咱可以让有所了解这些，
这是不可否认。那么这个也就是一个不变的定理，不是任何一个人无去行这条路，无去做，无去努力，会当达到的。好，所以讲呢，咱大家呢，拢总是达到了千靠所识，那么咱比其他道亲呢更加爱谨慎。好，因为咱要当达到千靠以上，其实咱甲想起，会使讲是足无简单的啊。哦，若毋是过去前贤千多错万多错来鼓励咱、提醒咱今日要千靠，哪有遮简单的代志？所以讲呢，咱既然已经达到千上，咱应该比人更较认真，爱比人更较拍拼，爱比人更较主动。因为要成是咱家己啊，并毋是点老师，并毋是前贤大德，伊会当互咱。哦，只不过点老师是站在了甲人鼓励、提醒，那么要成就爱看咱家己。那么呢，要成就会帮助咱来点点滴滴，拢爱去注意，因为修道不可不行的。哦，啊若袂健康正气，啊若无咧成为了着有老道，哦，其实呢，这种拢讲是一个无完法的。那么今日呢，我叫咱各位前贤大德，大家做伙呢来探讨的是修道人的自我肯定。我来呀，来点，我来呀。那么呢，修道人的自我肯定呢，那么咱一个修道的人，伫这个为何咱今日去啦真认真。咱为何呢？你来研究了这个修道人的这个自我肯定，咱为什么？因为咱讲过，咱讲行尽世间千条路万条路，唯有修行不误人。那么会当互咱教的赞助，是会当真正咱达到根本还原，转去到咱国家中。所以讲呢，咱今日既然咱的目标要互咱达到了着圆满，而且咱是一个修道的人，咱对家己的修道的这个作为，如果用自我肯定的话，咱无可能来达到了着这个修道的圆满。所以讲，咱修道人，首先呢，咱一定爱先肯定了着自我的能力，我的看法，无偏差，以付诸于行动去甲伊实践出来，会点点滴滴呢，安尼咱才会当真正达到了这个圆满。所以讲呢，伫这个尼采语录内底呢，伊甲因讲。这个尼采语录内底呢，来讲，毋是牧者，即是恩惠。那么呢，这个牧者，也就是咱的主宰，咱的心，也就是一个主宰，也就是一个主宰的意思。那么呢，咱会当来主宰着咱家己，主宰了着咱的生命。因为咱如果咱主宰着咱家己，来随波逐流，随着外在因缘，
咱一直去的当中呢，那么呢，咱必定就是养分啊，养分就是随了着这个木者，一直伫咧前进。那么呢，咱而且咧讲的说，咱若如果不是木者是养分的话，咱可能会变物欲啊，叫物件咧，甲咱用去，会用去。那么咱今日身为一个修道人，咱若无法度人自己来肯定了家己所作所为，今仔日来持斋守戒，来行道，来打把做道，是一个殊胜的这个工作的话，那么咱的未来会当形成着啥物？咱形成了着随波逐流。那么随着这个世上呢，一直来影响了这个不归路。那安尼呢，咱今日修道到最终的目标是啥呢？究竟是不归路。那么咱今日修行就无路哩。所以我哋伫这个所在呢，咱更加爱自己来肯定了自己。所以我哋人一定要建立了着一个超越自己。爱超越了着自己。那么呢，要安怎来超越了着自己？因为自己有品质，有品质，有足侪无法度呢，通去来突破。那么呢，这个品质就是咱一定要有一个超越啊。啥物超越？因为修道有足侪障碍，修道有可能头压袂起来，咱一定要甲压会起来。头放袂落，咱一定要甲放袂落。人无法度做，咱爱有法度做；人无法度食的苦，咱爱有法度去甲食这个苦，来超越啊！就是讲，这个我已经无法度啊。如果为了着未来的成就，咱一定要超越了着自己，一定要超越自己。咱有可能一直咧行当中咧，咱已经有断定这个品质啊。你若无咧超越的当中内底，来讲无尽即体，咱所成就的也是安尼尔。那么咱如果有去超越了着家己的话，那么呢，咱每一天所成长的会愈来愈多。若无咧讲，随着这个年纪啊，我已经年纪老啊，我无法度啦，少年的去做好啦，这就是品质。你无超越的当中呢，无超越的当中，咱要搁建功立业，才有机会。所以讲呢，是超越，就是超越无可能，甲化作有可能。若无咱修道，要安怎去成就呢？因为咱伫修道的当中，拢难免会有品质。所以讲呢，咱来建立一个有超越了着，超越自己的这个想法，来突破了着现状甲思维。咱就当然想讲，咱做安尼就好啊。若你叫班有出来就好啊，你叫大人有就好啊。安尼就已经袂歹啊。其实讲起来，安尼也就无共。咱来自动自发，家己去找工课来做。那么呢，咱袂使随着咱的品质而来导航。所以讲呢，咱一定要有突破现状，甲着这个思维的想法。那么呢，咱来试着超越五心如来足侪这个目标。咱来试啦。有当时无去找，无去试，有当时咧讲我无法度，我安尼尔啦。我较路做，较路过，嘛是安尼尔。搁试我就无法度啊。那安尼咱袂算自限。咱讲要搁会当成就是毋是就有困难呢？所以讲呢，咱来试看卖啊。假设性比例啊。我要来做讲师啦，我也要读册，有法医，甚至我学嘛足少，搁来甲试看卖啊，来超越看卖啊，咱就搁有完成。老菩萨，咱即摆人做单经的，比伫遮开的时阵有较济，咱会当超越家己一个，讲有听咧嘛是爱加减仔来听咧，人讲咧有烧火有保庇啦。无烧火就出代志啦。那安尼呢，咱是毋是爱来烧看卖？其实呢，我的感觉，可能也就是讲，亲像我当初，那么呢，初出伫这个道门的当中呢，其实
你讲啥真正听讲，莫讲经典。哦，那么有阵迄阵啊咧，讲阮阿姨甲阮阿舅咧，你甲互阮栽培甲照顾，互阮咧有时间的时阵实在讲，唔敢甲讲吼，实在唔爱出去听无啦，嘛歹势甲讲吼，迄个唔爱出去，有就有，啊无就无。那么咧，经过咱哋这个时间甲空间咧，可能差不多要30单啦嘛吼，时间咧过嘛足紧的咧。那么真正甲真。有小可进步啦，啊听嘛会较听，但是无法度人，也阁无法度去超越。哦，那么咱去听可以发现啥？咱若莫定来将来讲老人啦吼，听伊经典听，即群就甲倒掉去，咱要个成就啥？何不吼利用这个时间出来？哦，那么即个讲师讲的当中，讲的当中内底，我有听到一句，哦。哦，迄个足早。哦，甲拄好我规暝讲咧听拢无。哦，应该是袂遮讲讲啦吼。啊，拄好像用讲着听一句，迄句来用就足好。我拢听着较早林讲师讲的一句话：当下转念当下。这样当着逆境的时阵吼，你英文啊偌好用的，毋过一句就互咱随应。那么少年咧。嘛是爱去突破，目做单紧，嘛有讲听无的人，无学来听有。哦，所以讲咧，咱年轻者应该爱比老菩萨搁较勇勇，搁较超越，因为咱是年轻力壮，咱有学分，咱袂当输老菩萨。哦，那么咱为什么爱一直安尼去超越？就是免咱会当达到圆满。哦，所以讲咧，咱爱试着超越。哦，有心故来足侪这个重点，哦，也直接希望咱超越了每一个咱的我，哦，超越每一个昨天的我。我今日去比咱较好，我明仔载你比今日较好。哦，你一直突破，一直突破。你有代志的时阵，不要退缩。哦，你一直突破，一直突破当中内底咧。哦，相信咱所得到的是一定互咱体会到的，只怕你不付出啦。哦，唔惊你体会袂到，你得袂到。你若无付出，唔免讲，伫头前倒印年工，你唔愿去食，嘛是要较赚。哦，所以讲咧，咱一定爱超越每一个咱的我。哦，那么咧，伫这个礼仪内底甲咱讲，哦，那么咧，过日新，日新，又日新啦。伫了时中，每一个当中，就是要求前进啊。后来偌济习性甲秉性，无经过着千刀错万刀错来切磋琢磨，切磋琢磨的当中咧，咱要安怎达到了心理，要安怎达到恢复了本来迄种圆道而公足足的自信，困难啊！哦，所以讲咧，是这个咱一定要去来了解。哦，咱需要肯定家己，才会当达到修道的目的，达到超生了事。哦，咱要达到超生了事，就是一路来咧行的。哦，会当去突破了这个现状、甲思维的、作为的，那么自言语言的，咱就会当达到了修道的这个目的。那么咱今日修道的人，若无肯定着家己，因为讲我今日去食菜，哦。食菜咧，安尼感觉讲后尾啥啦？你好食袂好食，看病啊拢会焦少啦。哦，若你名也无名要离也无啦。哦，亲口，部人嘛顾足济安尼，班嘛参加足济，你若无早讲对加一块吧，也无加安怎？所以讲为真现，若如果是安尼的话吼，其实有影啦，修到尾来灌无离开。哦，因为咧，咱的修思维咧，真正爱达到了这个正确。哦，那么第二点咧，来讲合理肯定。何为自己的这个肯定啦？何为自我的肯定啦？何为自我的肯定？那么呢，修道爱用心，才会当有
德。哦，何为自我肯定呢？你咧肯定家己，当然呢，哦，咱一定爱修道，爱用心，哦，用心。那么呢，咱来甲看，有的人是修甲形而形之，有的是修甲略尽略薄。咱来甲看，这就是咱用心的程度无共款。共款拢安尼教育，共款拢安尼研究，为什么会愈做愈发心？哦，愈想要参与了着这个道场，因为伫修道听道理的时阵，伊有用心；参与了着工作的时阵，伊有用心。哦，进入了着伊的这个精髓的所在。哦，亲像咱今仔日咧听道理啊。无用心的话，有可能呢，人伫遮心伫厝里，心伫咱咧牵话，心伫咱咧事业，心伫外在一切伫咧攀岩。那安尼咱今仔日要安怎有心得？无可能。哦，那么呢，咱伫咧打工做道，咱无想讲咱今日来服务，咱今日来开车，咱今日伫厨房，其实呢，咱爱用迄个心去家己注意周遭一切的变化。咱知影会当去拿呢，你安怎去补迄个不足？你安怎去发觉道亲？吼，伊需要咱道场去甲帮忙。哦，迄个讲道亲伊有种种会啥呢？伊这个才华，咱会当去甲伊提拔、甲伊鼓励、去学功夫。哦，甚至讲咱一个听道理的当中内底，咱爱用咱的心，搁去甲伊做一款的这个思路，咱才会当有所了解这个心得。咱修道有心得，咱就法度自我肯定。那法度自我肯定，就是参与还袂够，听还袂够，研究还袂够，思路还袂够。哦，所以讲呢，咱一定要用咱的心，哦，毋嘛讲心在道场，伊心咧伫外口。修道毋通落于形式，听道理一定要用心。哦，伫外在工作服务爱用心，做啥物工作拢爱用心。啊，若无呢，道理在迄个形式的话呢，咱来甲修。哦，今仔日有班有我嘛有出来，有看到你。哦，毋过无作用，因为心伫外口，心伫外口啊。那安尼要得到啥呢？哦，所以讲呢，咱一定爱真正去甲伊了解。那么有法呢？伫一篇这个报道的当中呢，有看了一篇的这个文章，伊就讲，成功者不见得有过人的才智，就讲一个成功的人就对啦。伫这个社会有成就、有成功的人，但看伊不见得啦，无一定伊有偌好的迄个才智，有偌好的才华啦，却往往有其特殊一种的气质。毋过伊有一种的气质，就是伊毋相信家己袂成功。听无，我毋相信我听无；学无，我毋相信我学无。袂当参班，我毋相信我袂当参班。嘛恨自己不能成功，伊嘛气愤家己，我会袂成功。但是伊会用迄种这种混乱化为力量来使伊成功。咱有一个目标，咱若我当做，我就想要会当能做，互我甲保证，你绝对会成就。你若想讲无可能啊，那安尼就无可能，因为你若想无可能的三字，这三字一定会呈现伫你面头前。你若想讲人有法度，我无法度。咱修道的遮尔啊济浅显大道，那么为虾米人拢有法度，偏偏咱无法度？咱敢比人较无才能，比咱较有成就的，伊的才能敢较好吗？不见得啦，但是伊有用心，伊自从迄种混乱的心，甲化作力量，互伊成功。互咱迄种批示的心，甲转换做力量，来打帮助道。那么呢，伫迄个文章内底，一句上有力的一句话呢，就是伟人必要气质。伟人的必要气质，是伊自认我
我家己认为我爱伟大起来。哦，第一个咧，就是讲我一定爱学功夫起来了，咱爱有迄种的气质。啊，若无，我都甲咱起来就错啊。哦，我都无读册。哦，嘛咧讲嘛讲无，无研究太有，无用头壳去甲思考太有。咱就想讲，哦，恁亲像咱见的遐人呢，伊若做官经呢，会使讲呢不得了，下叫。啊，伊无用心教，可能遐物件，我感觉无可能啊。哦，无咧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啦，教好诶，哦，不可能的代志。所以讲呢，咱上该有爱自认家己有那个伟大起来，因为伟大人伊就是有迄种的方法，甲迄种的观念啊。哦，所以讲呢，咱爱学伊。哦，那么呢，第二大点就是讲袂当自我肯定的这个原因啊。哦，那么呢，咱无法度人肯定，哦，自我的肯定的问题，甲伊的原因，咱无法度肯定，伊有原因。第一是自我的因素，自我家己，所以天下的最大的敌人是啥？啥物人？家己啦，哦。你若想要过就个，啊若想远的就，这足简单的，这道理就是安尼。哦，啊所以讲咧，自我的因素，哦，咱袂当肯定，咱真袂当肯定我今日去修道好，袂当讲肯定我今日去打帮做道的事实，我无法度去肯定。哦，的问题内中一定有问题甲原因的。那么啥物问题？第一就是自我的因素。那么第一个自我的因素就是外表，有无？外表，咱就先看家己的外表，有可能要来学咧这，啊，毋过我生做歹歹啊，胖胖啊，矮啊，肥肥啊，哦，啊我这含慢的咧，啊你学咧这徛遐咁好，你啊，若要成就就困难啊。自古至今，圣人社会时啊，拢无人咧甲年看身悬外悬，或啊有飘撇啊无飘撇啊，这拢无记载这啦。哦，啊若有的时阵呢，哦，应该呢，哦，咱就会当去了解着。毋过等一下呢，互咱呢比例互咱听啦吼。那么伫学讲书的当中，哦，咱嘛相像，咱问伊这个外表，互咱的外表悬矮、肥甲瘦、水甲歹、翘甲无翘，甚至哦。咱已经是老啦，妈我戆啊啦，啊对恁若要用啥甲叫了，我拢袂来，我就安尼尔。哦，根本讲吼，若有咧学的话，我一定会来。哦，安尼就学较不解啊，就无限啊。哦，所以讲咧，咱问除了就即个外在，哦，来甲咱影响去，甚至讲赞助。哦，咱来甲想，咱过去六祖，伊是。闽南人的人是甲妖心啊，哦，甲妖心啊，烦啊，反正烦啊。无怪咧，五祖咧甲伊讲，你是闽南人，又是甲妖，欲为堪作佛啊。你是闽南人，啊，佫是烦啊，你当有法度人做好？其实是五祖咧甲伊饲。为啥伊要甲饲？因为六祖呢去到五祖遐的时阵呢。五祖咧甲问讲吼，欲求好物，伊一群足肯定的，伊求作物不求义物啊。哦，伊就足肯定的咧，伊可能五祖修遮尔济门徒咧，无人有这种的智慧，伊拄好第一个。所以讲，这个五祖呢，伊嘛是讲好，安尼甲你试看卖啊咧。所以伊才会甲讲吼，你是闽南人，是甲寮嘛，你较有法度做佛啊。但是六祖为人呢，伊有大智。人虽有人白，佛性本无人白。
甲调身以和上身有啥物无共？凡啊身调会上的身躯，敢有对无共？皮肤可能较无共呢。哦，啊，剩的拢相像，因为讲皮性有何差别啊？身躯无共，毋过皮性无差别啊。哦，所以讲咧，咱今日其实咱拢爱有感恩的心。咱咧修办道的当中，咱毋通互咱家己的外表来甲你影响着。哦，咱互咱的外表甲你影响着的话，那么咱第一步要打出去有困难，咱未来要怎成就呢？其实嘛足困难。哦，所以讲咧，尤其是咱是修道的当中咧，咱一定要去突破了这些问题。哦，只要咱有心，咱无论水歹、高、含慢、悬矮、肥甲瘦，甚至老前过者，哦，因为老前过者呢，更加需要哦，会当来参与了这个帮助。哦，所以讲呢，咱拢已经爱去感恩，安怎讲呢？咱来甲想，伫当时要做伙来出世，要出世的就对啦，有足济人，豆好的无别多，干那咱一个。哦，安尼就无简单。来到这个世间，来到这个世间，来不及长大，回头回去啊，敢有？有嘛？哦，那么当伊大汉了后，伊要会当得到这个道，袂当得到这个道，咱都会当得到。伫遮尔济人得道的当中，咱个人要来期待，咱会使讲是人中人，哦，那么咧，咱嘛会使讲是人中人。那安尼咱无去珍惜，哦，无去感恩，咱要讲有外表来甲咱伤害，安尼敢对？哦，伫经中应该讲一语无用千万骨，所尽诸善因。事实讲起来，伊个武汉的伫旧年先班的负责人的武汉嘅主席，哦，真道，哦，即摆即个道遮好，为虾米要暗道就对啦？武汉的你在地了的时阵，互我感觉讲，哎呀，太舒心，太感恩，因为伫遮尔济的主事因缘当中，哦，咱要会当遮尔顺利来做为了着别个的地主，太无简单了，哦，太无简单了。若毋是咱自己开有了着这个因缘，祖上的积德，根本是有困难，因为不有三不多嘛，无缘食不多，无信食不多，无缘食不多嘛。哦，那么咧，要当得到这个道，咱有缘爱有了着过去历史所种来，咱才有可能。所以咧，咱一定爱评估了着这个外表，毋通叫外表甲咱障碍着。哦，要做工师，外表无条件，条件是讲机会甲唔同的。哦，无条件的限制。好，那么咧，第二，内在涵养，哦，内在涵养。那么内在涵养呢，咱会想，但我毋知有佛骨无？咱各位前年咧，敢有佛骨？敢有？有啦，这肯定的哦。若无的人举手，大家拢有嘛？哦，这肯定的。当时释迦牟尼佛未成佛的时阵，敢是叫咱想象有这个骨头，有这个肉体，敢是？是啦，吼。那么，伊会当成佛倒转去，咱嘛是具有了迄物件。那安尼咱敢有佛骨？毋通讲我讲，我毋知有佛骨无？哦，毋知成佛皮肤，只要大家做伙家己练，哦，会足水，哦，这个佛骨会足水。真就有佛骨啦，佫有较圆满一个，哦，佫有较圆满一个。那么咧，就讲我是粗鲁人啊，较有法度，我若讲着话吼，拢会带三义经的，若无就会迄落。哦，会安怎讲的？安怎讲的？哦，若无就是讲我无读册啦，哦，我无读册啦，我头我无去修道，哦，那么咧，我是做工仔人啊，我是做田人啊，哦，那有法度哦，你做佛就爱安怎安怎，咱毋过回头去甲看卖啊，难做咧，哦，烦啊啦，嘛是安尼一颗乌啰嗦啦。好，咱来甲想，伊佫毋捌字啦，好，去做人做。那么呢，咱各位前辈，咱毋通去互这个内在，甚至讲老人咧讲我毋捌字，
五做六做嘛，毋捌当伊身份啦。啊，咱若有心嘛会身份咧。哦，咱毋通定定若要讲啥，讲啊，我毋捌伫阮后啊。即句话，互我嘅希望是以后拢毋通听着。感谢慈悲好，哦，感谢慈悲好，安尼其他道理。你若要画一条痕，只着到遮长。好，那么呢，咱一定要评估了即种嘅观念，吼，来嘛安尼会当借着参悟，才会当提升着咱嘅内涵。袂讲因为伫咱嘅内在，咱有遮尔济过度因缘来将来了给咱进道，安尼是足可惜嘅。哦，因为老人呢，老无定，修行嘅当中呢，人讲得道放纵，哪有啥物唔好咧？人应该较尊重，为什么？哦，一路来呢，牺牲甲奉献，会使讲是无限的、无量的。哦，咱到会当讲啊，我老无法度啊，哦，爬无拖刀啊，那都爬无拖刀，那真着爬无拖刀，佮过着拢爬无拖刀，人就爱去爬无有拖刀。问老师讲的咧，老师讲啊，你问是讲恁老人咧，啊，食饱就伫遐等要通转去西方咧。人伊嘛甲伊讲，会当做，哪会去做哦？哦，会通走爱去走哦。人想讲我讲啊，我已经老啊，哦，拢有少年人就好啦。哦，安尼就要食饱，伫像咧等要转去西方哦。哦，老师人甲咱讲，啊，我有看到客客叫咱大家正常课。好，咱来突破这个障碍。只要你身体上可以，哦，咱嘛是爱得财物，哦，得成功了面，哦，伫第三呢，其他的困扰。哦，修道有困扰哦，有哦，足济哦，就是因为安尼吼，咱无法度肯定啊，因为咱拢袂真袂，心肝的就家己有一个主管伫遐来收到一定责的，无钱拢变有钱，无地位拢变有地位，哦，拢袂破病，要食拢有人食，就已经根深蒂固，就已经甲上好伫遐。所以讲，你甲上好伫即个无好的观念，甲上好伫遐，袂堪一摆仔骹手仔卡一个，咱就无法度肯定自我，是伫啥物所在，因为咱得着困难。婚姻的困难，事业的困难，子女唔听咱提的困难，哦，那么呢，看咧道亲，无好的丈夫啦，这有影响无？啊，无伊啦，我伤心个车，啊要死咧。啊，这个道较好，若要去派叫车公司，咱敢有想着乌面衫嘛？安怎死的？咱各位前面电视敢有咧看？哈，无，我甲你讲，伊要死的时阵去互人放火甲烧死，啊，伊敢有身份？敢有？啊，袂透乌面衫嘛？这个名词，哦，那么呢，车公司，迄是咱过去的一个印象，哦。车公是无代表咱袂当转去西方，车公落去的迄个刹那，咱的自性脱离开这个身躯，对对去为西方去咧。哦，咱毋通想讲咱是遐个过路咧，较好诶。哦，其实迄因缘到上天有知影，啥物人伫啥物因缘，伫啥物所在，其实伊拢知。哦，所以讲咧，咱心中毋通阁有较早迄种诶观念啊。哦，当若迄落求道。哦，佮讲倒转来，那求道像咱过去安尼咧想的嘛，免得去讨厌。哦，一本万利啊，嘛免得去多只讨厌的哦。哦，啊，但是咱来甲想，来到世间，敢毋是安尼嘛？所以讲无常嘛是常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嘛。哦，所以讲咧，伫过去啊，哦，人讲家己困难也袂紧啊。咱各位前面，咱举一个手甲我讲，啥物人因兜无问题？甲我讲，我爱甲请教，啊，若无互咱吼，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嘛做出爱。毋过咧，咱各位前面若知影过一口罩因兜拢无代志，无代志就代表有钱，也就大家拢无问题。甲我讲，有无？自卑啦，因为修道爱自卑咧，有好看爱斗修道，我咧甲伊请教一下。哦，因为我嘛无爱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其实是拢。少甲济，大甲少，哦，那么呢，咱大家拢会讲，哦，你拢毋知我对你听，
咱讲为这片，可能全世大家拢有讲过啊啦。毋过咧，即句话全世一当前、两当前都拢讲过，毋过到即嘛还是活过来，嘛是活到即嘛足快乐。哦，啊，那么为什么你讲毋知影我做咧听，我就是遐尔艰苦，但是为什么我个人欢喜较紧，活较紧？伊是对你的心去甲伊突破，你心无甲上啥嘛？哦，所以讲咧，你敢有迄困扰？当时讲夫子，伊车离祝福，颠带全洋，消极反弹，咱可能还阁无安尼个啦。哦，抗拒的圣贤身份少办者，伊的困扰少办者，讲夫子，敢有因为安尼，伊放弃了着伊传道的迄种的志向，敢有？应该是无啦。那有伊就无法度成为了着圣人啊嘛。哦。所以讲咧，这其实咱拢会当去甲伊了解，哦。所以讲佛道咧，伊甲伊讲因缘性清难解，因缘以心，因缘以变。哦，因缘以心，咱无爱嘛是应着迄个缘，附伫咱人的身躯啊。哦，咱做爱的钱嘛应伫迄个因缘内底，去互无去，会有原因，有原因。咱拢会趁钱，敢若咱袂趁钱。一定有原因，哦，这个是佛道来讲因缘成亲，这我当讲，啊，咱有这肉眼嘛看袂到啊，但是拢落在这个因缘这个内底，所以讲咱来远离恶言，亲近善言，哦，所以讲咧，这因缘成亲咧，咱一定会去甲伊了解。然后咧，当时我有听到海涛法师咧，哦，伊有讲，伊有讲着这个录音带咧，这个录音带内底伊讲。伊面对现实嘛，伊拢会去想讲，我这个囡仔如果叫车公司，甚至讲我这个囡仔叫车公司，咱拢唔敢想这个问题，无勇气，无面对现实。其实敢有可能，嘛有可能。那安尼要安怎？多卖修，修得过出车祸。哦，其实咱一定要面对，而且伫这个世间当中呢。咱一定爱去了解，因为了解这个实相，哦，生老病死的实相，过去圣贤先都这样去修行的嘛。若无咱咧想的，这咱咧囝的这，毋通佛道因的大车就好啦，为什么爱修行？就是有生老病死，哦，本来就安尼，毋免惊，毋免恐惧，面对现实，该做该修的、该了解的，咱拢去来做。绝对无毋对，若有过误，就无法度圆满。哦，那么呢，第二点有环境的因素，哦，有环境的因素。哦，有这个环境的因素，第一就是这个家庭。第二是经济关系，哦，咱无法度肯定这个家庭，无法度肯定这个自我修道有家庭的因素钱，有经济歹，经济歹，哦，爱拼经济，所以要参悟着这个道理困难，而且咱较有想。修道的这年代经遮尔济，多好艰难的家庭，拢无法度吗？哦，是毋是咱有用过心？是毋是咱有去突破迄个障碍？哦，伫咱的心无法度去肯定着这个道，所以讲咧，伫会当做而无去做的，嘛是有；会当行而无去行的，嘛是有；真正无行的，嘛是有。但是伫咱修道来甲伊讲起来呢？咱若如果亲像过去佛道咧道这个文化中者，这个典故咱应该知影嘛。好，阮拢知影。我嘛足想要顾这个典故较济次，毋过甲想想，我搁惊讲雄雄吼，伊不小心毋知影下一秒钟会回去的，嘛搁咧惊，所以拢嘛想讲有人做就爱来做啊。我嘛想讲，我好咱来为着这个家庭打拼一个，因为即摆赚的钱拢开拄啊好，刚刚好。哦，
若如果讲我讲无收到，嘛应该收。我想老板加减来加我班钱啊，弄较济囤较济咧，应该是会较好。毋过我会惊，惊后一秒钟、后1分钟、后日，人无去个，你顾家庭嘛顾袂着啊，要搁去兴功嘛无可能。所以讲咧，咱伫这个为了着这个经济，要安怎去家己安顿？安顿的当中内底，咱要安怎伫这个时间的处想？有当时啊，工会当提早延后，做一前年就是安尼哦。安尼咱在做游泳啥？本来安尼工会，会当提早做，来延后来做，伊拢甲破开去。要趁钱嘛，咱有性命咧，要趁钱嘛有性命，咱讲真诶，用过趁钱。讲一句较个，性命无去，家庭嘛无法度顾，钱嘛趁伊袂着。所以讲咧，咱一定万我为了着这个家庭环境的因素来障碍，因为咱毋通自将这个房当作是障碍，咱爱越忙越能忙。越忙越能忙，你愈无闲，愈会当无闲。我讲安尼敢有听有？听有无？你若讲想讲毋爱无闲，你就是逐工拢伫遐伫安怎呢？伫遐我当去甲伊做。所以讲咧，你若愈无闲，你会当愈来愈有迄个能力无闲，去用啥？去打工做做，去甲你的家庭安顿好势。是安尼哦，这嘛是一个习惯性哦。所以讲咧，咱是毋是讲有去甲伊挪出时间，有甲伊处下时间用好好？其实这个家庭环境当然毋是讲去咱能趁钱伫这处下当中，咱一定爱得到，因为咱要创造双赢，所以咱一定爱用好好势。伫因这关系来讲起来。伫社会有亲情、有朋友、有同事，食菜拢歹生多。我当时写安怎食菜，若你若要办手续，我拢无爱去啊。那么咧就讲你毋够好，啥物时间？搁咧收刀，搁咧食菜。那你一关刀的你食菜啊？你毋知影咧，安怎拄安怎？因这关，听着人安尼讲了后，规个心扯到谷底，你看就对哩。安尼为啥物卖去安尼来讲安尼就对啦？你想过无肯定家己啊嘛？我感觉讲咱今日一贯都做事实，我感觉讲收到真英雄。那么咧，伫道场，伫道场来讲咧。人际关系，经过这命啦，经过这念啦，经过这讲有着话啦，互相咧甲咱加啦，讲话甲咱糟蹋啦，这个道亲甲道亲的这个关系，产生了着摩擦，嘛我毋去啊，咱毋去送的，各位前天，咱毋出来送的。电传师的，所以袂出来比较紧。因为电传师袂成就啊。不敢是安尼，毋是。你毋出来省钱，又搁是家己啊。又搁是家己啊。别人安怎，咱毋免在意，伊自己失去承担，但是咱不要在意。咱嘛是爱出来呢，爱去圆融，咱一定爱出来圆满。这个人讲做到讲人的是非，我做爱甲伊做伙。各位前面代志，咱爱去更加交伊做伙，因为伊要成就你，要试看你修行会进来到啥物所在，你会感恩伊。那安尼咧，一定会成就。莫有了着这个人际关系，又有了着这个摩擦的，来产生了对道的无肯定。若无咱。未来成就，就死在迄个人的手头安尼，
算袂好啦，为着一句话尔，你就唔收钱啊，安尼安怎算嘛算袂好，第三呢，也就是对道的这个认识。咱各位这年代这个，我讲话是偌少咧，咱们总来都成咧成咧，就人规仔个讲无顶代志，来发生代志咧，歹势我就讲会卡，会拢会换我啦。那么呢，第三点就是咱对道认识啊，道看袂着吼。前尾则是安尼讲无毋对啦，较早讲得道啦，但是看袂着。对道的认识，道的尊贵，道真、理真、天人真。项呢来讲到这个玄幻皇帝呢，那么来拜这个广成祖为师的这个典故。那么这种差不多就是过去咱讲听到拢毋知要几百摆去啊，但是有迄个需要项呢，而且要叫咱大家共同来来探讨一下，去探讨一下。那么这个玄幻皇帝呢，伊为啥物拜72师？咱各位前人咱敢知影？因为伊咧比赛，拜愈侪人得冠军，所以拜72个。敢是安尼？毋是是安怎？一群拜72个，从西目睭看白白嘛，毋捌听着圣者安尼拜遮济个。玄幻皇帝为啥物拜72个师？你三去修道你若伊是想要三去成道的，但是毋是伊是想要成道。伊要三去成道是伊也毋知影的时阵，伊足近嘛，伊知影道足好，所以就上快当3工，安尼就迄个好势袂安尼，成道啦，你着道啦，毋是转去迄个好势会来挑好势所以这玄幻皇帝拜72个师，就是因为这72个师拢总是自细法尔。那么啥物是自细法？为了详细说，就用错，袂记得要怎写。拢总是自细法。啥物是自细法？就是咱初还袂求道，甚至当求道的时，迄种就想法啦，爱安怎好入手。就是要去后世人来再享受，叫做自细法。但是玄幻皇帝敢爱去求这个自细法，敢去爱？敢去爱？毋免啊，因为安尼伊做皇帝啊，要食啥有啥，无人比伊佫较好啊，伊免去求啊。但是伊有代志。拜这72个师，拢总是自细法，无法度人真正会达到超前了事。所以有一天呢，伊佫来打着一张的宝贝。也就是讲要找找天下真名师，若有人引导伊去找着这个天下真名师呢，伊就是要官方办护条，手续黄金千两。那么伊打来这个本文五条门外呢，即工拄好一个广成祖的阿叔叫做杨马君伊嘛叫去看着这份本文。那么伊看了后时，伊就自着这种本文来抓了。那么伊看守本文的这个官员呢？伊就带伊去见着这个玄幻皇帝，应该就是伊会当带伊去嘛。那么玄幻皇帝甲伊问啊，你敢真知影讲天下真名师伫对？那么杨马君就讲啊，我有一个弟弟叫做广成祖啦，名称天下大名师，所以就甲抓落来啦。伊个足好打咧，敢若听咧讲人称天下大名师的真毋知偌济咧，